反送中的活动是持续进行，学生团体发起的英美港盟主权在民的晚会，在6万多名的香港人挤爆中环遮打花园之后呢，希望拉拢英美两国的力量，也可以实现真普选、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等等5大诉求。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出席晚会表示，香港不是北京的香港，而是國際的香港，也讓現場情緒非常激動。嘅制裁行動去回應今日坐喺度係數以千計嘅香港人，大家話係咪？認為香港問題本身就是國際問題，並反對中國不斷限縮香港自由。除了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，歌手何韻詩也到場支持。政府佢哋係冇辦法去為人民發聲嘅時候，其實就係人民要行出嚟嘅時候咯。學生團體舉辦晚會，吸引近6萬港人到場，塞爆中環遮打花園，訴求國際力量協助，希望英美兩國共同抵制中國侵害香港自治。就是希望香港人跟世界各地的人都是關注這個事件，還有認同我們的這個訴求。手持標語，廣場擠不進去，人潮蔓延到周邊道路。警方出於安全考量，將周邊道路封鎖，讓群眾在馬路上席地而坐。除了向國際發聲，也希望港府能重視5大訴求。只要有雙普選的話，其他都可以進行啦。因為現在他們根本都不理我們香港人的什麼意見都不理。香港民眾聚焦真普選以及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等等5大訴求，希望拉攏英國及美國的力量，將這些聲音傳遞出去，得到更多的國際關注。記者黃玉富、龍浩北在香港的採訪報道。